大家平安。今天8月9日，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一起来让上帝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帮助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得见
我要在这里敬拜你，一一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主，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平安。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愿主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安静，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安息，让我们能够回归到你的面前，让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不再是以自己为主，而是让你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回到你面前，更清楚知道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得以见你的面，得以领受你的荣耀，光照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回应你的心，与你相见，与你来连结。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就充满这当中，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每一次的聚会，让我们开口来敬拜你，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被你打开。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8月9日，我们要一起来看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1章第1节到第9节。列王记下第21章第1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马拿西12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55年。他的母亲名叫谢西巴。马拿西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仿效上主在他子民推进时赶走的原先住民那可恶行为。他重新建造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上神庙，有仿效以色列王亚哈的行为，筑祭坛拜巴力，造亚舍拉女神的柱像。马拿西也拜新神，他在上主吩咐应该敬拜上主的圣殿里面造了异教祭坛，又在圣殿的2个院子里造了拜新神的祭坛。他把自己的儿子烧献了，又行占卜、巫术、求问算命的、通灵的。他大大犯罪，敌对上主，激发上主的愤怒。他把亚舍拉女神的柱像放在圣殿里。论到圣殿，上主曾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我从以色列12支族的土地中选出来，作为敬拜我的地方。如果以色列人民听从我的诫命，遵守我仆人摩西颁给他们的法律，我一定不让他们从我赐给他们祖宗的这块土地上被赶走。可是犹大人民不听从上主的命令，马拿西领他们犯罪，比上主从他子民面前赶出去的原先住民所犯的罪还要严重。
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1章第1节到第9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也来默想今天的经文。大家平安。在今天经文当中，其实也让我们去看到，在列王记当中，很多东西是一直重复、轮替或者重复的出现。我们所看到的重复出现，就是一直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一直得罪上帝，一直陷入在那情况当中，甚至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上帝不喜悦，甚至更超过之前的人。而一直轮替出现，也就是会看到在犹大国当中，是他们这样的事情，有的王好像回转归向上帝，而有的王又开始离弃。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在希西家跟在他的儿子马拉西这当中，一直轮替的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有人会觉得哇很烦一直在记载一样的事情。也很多人在讲到说，哇，我都搞不清楚什么王做了什么事情，哇，
好像都一直重复的事情在出现，也很多人会觉得牧师你怎么一直在重复讲同样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一直在讲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听不下去。上帝的话也是如此，一直在讲，但是这些人也听不进去。其实这也很像我们跟爸妈的关系一样，当爸妈的人会一直讲，而孩子也不一定听得进去。所以在这样的许多事情的状况的里面，一直在重复出现。有的孩子是爸妈一直讲，他就听进去了；有的孩子是因为爸妈一直讲，所以他根本就不想听。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是要把我们换回，不是用各种惩罚让我们离开他，而是要用各种的方式把我们召回。但我们的生命，我们却一直离他越来越远。这种状况也很像很多的父母的状况一样，用尽了各种方式，用好的方式，用软硬兼施，用硬的，好像换不回孩子一样。所以在当中也让我们去思想，在这许多的状况里面，究竟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信仰，来看待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在第24章里面，已经帮希西家画了一个句号，接续这王位是从他的儿子马拉西来上位，来接这个王位。当然，也有人会说，如果在当初，在那15年前，希西家就已经过世，那上这个位置的人不会是马拉西，会是其他人。如果用这个年纪来看的话，他说12岁做王，那确实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就过世了。如果没有上帝没有再给他那15年的话，因此在当中，让我们来看上帝的给的恩典，给的旨意很奇妙，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思想，我们会怎么样来做。当我们在看希西家的时候，也会看到希西家似乎也是一种很自私。当他把他的家、他的国库都打开给巴比伦的使节来看完之后，上帝透过以赛亚说，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再是你的了，都会被搬到巴比伦那边去。这个使节所看到的都会被搬到巴比伦去，甚至连你的儿子都会去到那边当太监。对他来讲，他还很庆幸说，不会在我有生之年发生。有人会觉得他很自私，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如此来感觉到一个人，在当中也是如此。或许他对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很自私的态度，所以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就管他的，反正他们过他们的，他可能也不太管他的孩子。所以这些孩子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仰没有被这样建造起来。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也需要回来看我们孩子的信仰，我们有没有去帮助他们回到上帝面前来。我也听到很多人说，孩子他们有他们的选择。其实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也让我看到说，其实有很多人对于信仰讲的好像是一套，但是对他来讲，每一种信仰都差不多，所以他要跟随我们所信的上帝或其他的神，任由他们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虽然他没有这样讲，但是他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表明的。他说：“我不强迫我的孩子怎么样，他们长大他们自己的选择。”这样的讲法不就是他们可以走他们的路吗？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王的时候，或许也是如此。有一些王可能会期待，会讲出来说他的期待孩子们能够继续跟随着上帝。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好像就这样放任了。所以之前也分享说，为什么特别会讲到这个王他的太太，他的妈妈是谁？当你做父母的不去影响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会被其他人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就是如此，他不去管教他的孩子，孩子是被别人管教。所以当大卫要离开的时候，
上帝有跟大卫说：“我要拣选你这个孩子来建造我的圣殿，我喜爱他，他要当我的儿子，我要当他的父亲。”然而他还有讲一句话，就是我会管教他。因此在当中，让我们去看见这许多的事情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一些？你怎么样去教导、去对待你的孩子？只是这样让他过去吗？还是你能好好的去引导他、去教导他？这边一开始的经文讲到说，马拿西12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55年，所以有人就去算，他就在那边做到了他67岁。所以从他12岁到67岁都在当王，所以这当中他能够做这么久的王，其实用我们人来看，也是一种很大的福气。他的父亲也没有做他这么久，所以这边讲到说，他的母亲名叫邪西巴。马拿西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所以通常这边在讲的这种邪恶的事，他做了什么？大致上所提到的，就是离开了上帝。我们从列王纪上到现在所读的很多，都在讲到说，那邪恶是怎么样？是离开了上帝，甚至把人带离了上帝。在这么多王当中，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王是有建树的，是有建设的。这对人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王，但是回到上帝面前来看，是得罪上帝的。所以一直在提的就是，当你做了这么多好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怎么走？用我们现在台湾的世界社会来看的话，我们常常说，你的生命你要活出很好的品格，要活出那美好的品格。然而在信仰当中，我们看到你要活出那美好的生命，你怎么样来跟随上帝？你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的生命、你的信仰活出怎么样美好的信仰来？你有没有活出那美好品质的信仰来？还是你只是都嘴巴讲？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都说，我有去敬拜啊，我有去礼拜啊，我是很好的基督徒，我怎样可以讲出很棒的一套，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是很糟糕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怎么样活出像大卫这样的生命？其实就在你的选择。当你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你是自己选择完之后再说啊，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些，还是你在选择之前你就先回到上帝面前？你愿意把所有事情都摆在上帝面前，都跟上帝来讨论吗？来聆听上帝的声音吗？其实以前我也常分享说，在自己人生选择当中，其实都会规划很多。在还不清楚前面该走的路的时候，可能会设想，我这条路可以走，那条路可以走。为了这好几条路可以走，去做了很好的规划，去做了很多的预备。然而，上帝的话语来的时候，上帝心意来的时候，有可能带领你走另外一条路。有可能前面有5条路自己在预备，但是上帝有可能让你走第6条路。在当中，你是要顺服上帝，还是你要硬要走其中一条？在当中，你有没有先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你的道路该怎么走？所以在当中也是一样，让我们回来看一个教会的发展，我们是自己做了很多规划，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跟搜寻，去看了很多教会怎么做，去看了很多单位怎么做，然后大家脑力激荡，大家集思广益，大家做了很好的规划去处理这一些。还是我们在这许多事情当中，我们先来到上帝面前，先祷告，先将自己摆上，先将这许多还不清楚的事工摆在上帝面前，将我们教会摆在上帝面前，这所带出来的品质是不同的。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讲说，
成败是一回事，一个事工的成败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先回到上帝面前，我们有没有先同心合一在上帝面前，不是这事工你做得多好。所以这也是今年牧师一直在讲的，其实我们要做很多事工，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做这许多事工，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品质，我们有没有在灵修，我们有没有在 QT， 我们有没有在祷告，我们有没有先把我们的生命品质先带回到上帝面前来。当你的信仰品质带起来了，当你的生命有起色了，你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相信做任何事，上帝都会加倍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以前我们之前在讲的那个大卫基准线，也就是如此。当他顺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已经为他预备好了，他做事是轻省的，不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做很多事工的时候，常常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钱，担心人，担心这个处境怎么样，担心非常的多。我也看到有一些单位他们在做许多事情的时候，要防备谁攻击谁攻击，防备谁攻击他怎么样。但是我后来发现，最会攻击人是这一些人，他们一直在攻击别人，所以他们自然要去防备人家怎么攻击他们。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回来的是来看见上帝要怎么带领我们，而这许多攻击也交在上帝手中，让上帝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受攻击。所以这边我们看到马拉西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仿效上主在他子民推进时赶走的原先住民那可恶的事。所以这边又再次的提起原本住在迦南地这块土地那些原先的住民那可恶的事。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些人赶走，要把这些人清除？因为他们一直在做那可恶的事。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把它清除干净，他们一直用很多理由。其实我们现在也会有这样妇人之仁，用很多理由在那边讲说啊，他们很可怜啊，为什么要杀他们？哇，上帝你很残暴哎，为什么要把他们都杀死？会讲这许多的理由。我们在很多服事当中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理由。当我们在生命结晶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理由啊，牧师为什么要去上这些课，还要付出代价，要付出时间，付出钱？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那样子？当你的生命要有突破的时候，当你生命要成长的时候，势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都以为躺在家里面我们就能提升了。最近这几个礼拜是奥运的时刻，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要进到奥运的比赛，都是要经过很长的努力的。今年有个特别的，有人他说他们都没有在努力，他甚至已经很久没有在训练，没有在比赛了。这样的人当然人家就看不起。然而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一直在说，不管他有没有拿到奖牌，他都台湾之光。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一些人，他们持续的操练，持续的操练。我们在看到这许多的运动员，这许多的选手，他们为什么在比赛当中让人这么支持他们？不竟然是因为他们拿到多少奖牌。当然拿到奖牌对他们来讲是大大的加分，但是很重要的是他们在那过程当中他们所付上的代价。他们可能从国小，可能从国中就开始训练，他们放弃了许多他们人生别人觉得很重要的东西，跟朋友出去玩啊等等，这许多，而且他们一直在做那重复性的动作，不管是举重、跑步、羽球、桌球，有没有发现他们一直在做同样的动作？他们开始热身，然后再训练每一种的样子。举重要怎么举？羽球、桌球的球拍要怎么拿？你那球要让它怎么旋？当在看的时候，发现哇，连羽球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路线，用你不同的招式去打，就有不同的路线。所以在这许多过程当中，他们势必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体力，甚至要花很多的金钱去操练他们，他们才能成为被台湾派出去的这些选手。当然没有派出去的那些选手，有很多也非常的努力。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势必是要花这许多的代价的。所以很多人在讲说，现在台湾的选手应该出不来，因为爸妈都顾得太好了，只有这么一个孩子、2个孩子，不肯，无法看到孩子受苦。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也是这样子，为了渴望持续以色列人跟他有这美好的关系，所以他要他们做的就是把这块土地清理干净，好好的在当中不受这些影响。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王却持续在那里面，所以这边也讲到说，马拉西仿效上主在他子民推进时赶走的原先住民那可恶的行为，也就是学习原本在迦南地这些住民的那些可恶的行为。而这当中也看到他又在讲到说，前面希西家已经把山上的神庙，把巴力祭坛，把亚特舍拉女神的柱像，这些都废除掉了。他已经把这些都废除掉了。但是我们看到这边经文却提到说，马拉西又重建了这些神庙，又重新把这些神庙建造起来，然后又把巴力的祭坛又建造起来，又雕刻了亚瑟拉女神的柱像，又把这些又引了进来。所以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很棒的传承。虽然我们说基督信仰都是要个人要追求，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一些带给我们的孩子？当希西家他把这些都废除了，但是他有没有带领人民从灵里面的更新？其实外在是很容易改变的。我们也常常会提到说，内在影响外在，外在也影响内在。从你灵里面的改变，你会影响你的外在的生活，也会影响你对你家里面的布置，也会影响你是不是要把你们家的那一些偶像、那些东西都清除掉。当你的生命改变了，你会想要把这些都弄掉，而当你把这些弄掉的时候，也带领你把这些取而代之的是十字架，跟随十字架的脚步来走。而在当中，你的生命活出那美好的样式，也就能够带领你的孩子回到上帝的面前。不然的话，有可能你做了这许多的事情，但你的孩子却又跟着别人去，又到处去拜，又引了什么样的偶像进来。其实我们一直可以看到这些，这一代改变，下一代又变来变去的。当你领受这最好的，要不要把它传承给你孩子，带领你的孩子回到上帝面前来？其实我们常顾虑这个顾虑那个，但是当你确信这一些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去除掉，不是让你的孩子继续去选，而是真实的把它清除掉，把它去除掉，做一个好的处理，好的选择。我们常常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其实是你的心还没有真实的被上帝来更新，你的心还不愿意放下，你的心还像马拉西他们这样子。所以在那时刻的时候，撒旦一动，他们又把这些东西又带了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他又重新建造了这些神庙，又仿效亚哈的行为，把
巴力带了进来，把亚瑟拉女神又建造了起来，而且还不止如此。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马拉西也拜星辰，然后呢，他在上主吩咐应该敬拜上主的圣殿里面，建造了异教的祭坛。他做了这许多，他不止在他的国度里面这样做，甚至在圣殿里面还这样做。这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啊。在圣殿里面这样做，在教会里面去拜偶像，这不就是一直上帝所拒绝的东西吗？所以这提醒不可以这样做，这是我所拣选的地方，这个人民是我所拣选的，我特别的拣选，这个国家是我特别的拣选，这个城市是我特别的拣选，而这个圣殿也是如此。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当中有没有看见上帝的心意一直在当中？但是我们人却一直在得罪上帝，却一直在远离他。所以前面讲到说，他也在拜星辰，所以在圣经里面建造了祭坛，去拜偶像，去拜其他异教的东西。这边讲到说，也在圣殿2个院子里面造了拜星辰的祭坛。如果用上帝眼光来看，这不是生存的事情吗？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但是你却在拜受造之物。这一切是我所造的，但你却在拜这一些。所以我们看到马拉西他的生命，不就是跟我们现在台湾人的生命是一样吗？什么都拜，什么都拜。甚至他这边说，他把自己的儿子烧献了，又行占卜、巫术、算命、通灵，这是我们台湾一直在做的啊。之前有讲到说香港也很盛行在算命，台湾也是一样，很多人也都在算命。当你运势不顺的时候就去算命，当你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去算命。但是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交鬼。圣经里面在讲到说交鬼的，所以不管你是占卜的、行巫术的、算命的、通灵的，圣经里面就一个词，最简单的是交鬼的。所以你的通灵，你会想说，哎，不就是那灵的附身吗？这种通灵是在去问那些灵媒，也很像是我们台湾有一段时间在流行的观落阴，这都是通灵啊。算命，我们用各种方式在算命，不管是用纸牌、用钱仙、用碟仙、用紫微斗数、用姓名学、用塔罗牌，甚至我们现在称为国师的用那星座，星座不就跟观星的差不多吗？台湾有很多行巫术的，不管是在原住民当中，或者是在许多的宗教里面，甚至在那种原初宗教当中，其实有很多这种通灵，很多这种行巫术、占卜，其实有很多这样，甚至是那种抽签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许多东西在台湾都有。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些东西当中，他做了这许多的事情，他拜异教的神，然后他把那神庙又盖起来，然后把巴力、把亚瑟拉又弄起来，然后又去拜星辰，他做了这许多的事情。上帝其中有几个都是让上帝很生气的，包含了这边讲到说把自己的儿子烧献了。
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当中，他讲到说他大大犯罪，敌对上主，激发上主的愤怒。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如果用罪来看的话，这每一条都是罪，一样一样的。所以讲到说他大大犯罪，敌对上主，激发上主的愤怒，也就是上主不要让他做的，他都去做。应该不是说不要让他做，而是不要大家去做的，不准他的子民去做的，他都去做了。因此在当中，让我们去看到这许多的事情在当中的发生。前面讲到说，把异教的祭坛放在圣殿里面，这边还讲到说，他把亚瑟拉女神的柱像放在圣殿里。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前面讲到说，把异教的祭坛放在圣殿里，又建造了拜星神的祭坛。这边还讲到说，把亚瑟拉女神柱像放在圣殿里，这些都是大大的亵渎上帝，大大的亵渎上帝，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赦的。所以论到圣殿，上主曾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我从以色列12支族的土地中选出来的，作为敬拜我的地方。所以这当中，这是从以色列支族当中去特别选出来的地方，耶路撒冷是特别拣选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是特别拣选出来建造圣殿的。建造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单单只能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地方。所以这边又再次的讲出这句话来，是作为敬拜我的地方，所以不能有其他东西进来，不能有其他亵渎的东西进来。这边讲到说，如果以色列人民听从我的诫命，遵守我仆人摩西颁给他们的法律，我一定不让他们从我赐给他们祖宗这块土地中被赶走。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如果愿意遵从的话，愿意听从的话，上帝会保守，上帝祝福没有离开他们，他们持续能够领受这一些。其实在当中也可以看回来，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难，只要跟随，只要去听，去明白，去照着做。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经历到，这非常的难，我们很难去达到这一个。所以这边讲到说，如果以色列人民听从我的诫命，遵守我仆人摩西颁给他们的法律，我一定不让他们从我赐给他们祖宗的这块土地上被赶走，就让他们能够稳定的存留下来。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可以去经历这一些。当我们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上帝，那我们就能够在当中好好的安身立命，上帝会帮助我们。如果上帝要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也在提到这一些，我们要好好来跟随上帝。当然这句话的反面就是，如果敌对上帝的话，那上帝会用各种方式来处理。所以这边讲到说，可是犹大人民不听从上主的命令，马拉西领他们犯罪，这不就是像很前面在讲的吗？王犯罪了，而且让子民也陷入在罪当中，甚至是比上主从他子民面前赶出去的原先住民所犯的罪还要严重。确实在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做的是更加严重的。在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做的这一些，不只是去拜异教而已。圣经里面在某些地方会特别提出来，更严重的是去拜巴力、拜亚瑟拉。这边我们看到马拉西他做的不输给亚哈王。前面我们看到他重建了神庙，
他重建了神庙，把巴力拉回来，把亚舍拉又弄回来，然后去拜新城，然后又在圣殿里面建造异教的祭坛，然后建造了拜新城的祭坛。后来又讲到说，把亚舍拉女神的神珠的柱像又带了进去，然后里面也提到说，他去做占卜、行邪术、算命、通灵。如果要这样抓这些罪状的话，10几20条。所以，如果去跟随他的话，当然势必是如此。我们看到这边也讲到说，他自己犯罪了。这边也提到，犹大人民不听从上主的命令，因为马拉西带领他们犯罪。其实在这里面都让我们看到一个有权势的人、有权力的人，当他犯罪，很容易就影响更多的人跟他一起犯罪。然后我们看到马拉西犯的罪是非常严重的，更胜于之前的亚哈王。所以这边也讲到，也才会提到说，这些人民所犯的罪很严重，比之前的原先的住民还要严重。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要被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些？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先活出那美好的生命来，然后我们要影响周遭的人，也能够活出这美好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势必需要付出许多代价。我们需要每一天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每天都要献那烧化祭。或许透过不同的支派来献烧化祭，他们要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来经历与上帝同在的时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也是如此。牧师在邀请大家，在催促大家要灵修，要读经，要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时间，我们要付上更多的代价，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并不是一直在被逼迫的，你要往前走，你要往前走，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当牧师在要求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烦的，牧师一直在要求。但是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尝到那种滋味。当你持续的跟着走，我相信你会尝到那种滋味，然后你就很自然的能够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也才会知道为什么牧师要一直这样说，一直这样说。也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持续的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祝福。我们常常不喜欢人家说，但是当上帝的祝福来的时候，你有没有领受到？当我们不愿意付上代价，当我们不愿意将付出，当我们不愿意跟着走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那种美好的祝福你摸都没摸过？所以更不用说你有摸到或有领受到。很多人都会说啊，这假的，这没有，因为他根本没有进来。所以当中让我们去经历，其实有很多事情，当我们好好的参与在那里面，就会去经历到上帝特别的恩典领到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这上帝许多的恩典与祝福。不要让我们走错路，不要去学习那些迦南人，也不要去学习以色列的那些王，更不要来学习马拉西这样子。但是我们透过这些王所做的，让我们知道哪些是不该做，哪些是会得罪上帝的。接下来一段时间，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今天当中所记载关于马拉西的事情，成为我们的提醒，也在当中默想这些话语，
让上帝来帮助你，来对你说话。我们有一段时间一起来默想上帝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恩典，你呼召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让我们来领受这美好的恩典与祝福。当我们看到这许多的王所做的事情，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审视，让我们去看见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不该怎么做，也让我们来选择愿意来跟随你。凡事来到你面前，先寻求主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不要照着马拉西所做的这些来做。或许我们看到他享受了55年，他在当中做王做了55年，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他持续在得罪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被提醒，让我们生命回转向你，不要陷入在这些许多的网当中，自己得罪了你，自己犯了罪，还让这许多的人也陷入在那罪中。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主，我们愿意将自己来献上。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也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将自己献上，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也就是让上帝来赐福在我们当中。愿上帝赐福于你。